我是19年开始排金塔的，老师们给我的建议是，这个折子戏是非常考验体力的，可能会吃不消。当时我觉得辛苦是不怕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战胜的。当时是抱着这样的一腔热血，然后团里也非常的支持。当时排金塔时间很短，在短时间内剧本啊、音乐啊、服装啊、道具，几天之内全部到位完成。所有人都是卯足了劲在支持我，都是通宵达旦的为我付出、为我准备，想要好好的把它搬上舞台，完成它完整的体现出来。因为这是一个所有创作人员共同创作出来的作品，它不是我的金塔，它是我们大家的金塔。当我现在回过头去看，虽然动作啊什么体现的比较完整和流畅，但其实那个时候我眼睛里内心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，它动作性比较大，所以其实要完全融合好，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现在的我再去演金塔，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已经不再像当时参加粤美中华的时候那样，只是想把它完整的演下来体现好，而是我想要在这个戏里，虽然那么大的动作，那么多技巧，但是我想要在这些技巧和动作里面体现出方清的这个人物，我想我的眼睛里面有内容。创作的过程真的是痛并快乐着，像金塔的体力啊、动作幅度非常大。先快，然后再有起大份之前，不练是不可能的，然后就容易受伤。虽然他说有很多困难啊，但是进入人物之后，你会忘记掉自己。想要走进每一个人物，我想准确的感受到他，而不是我只是唱，我只是演。我接近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快乐，这是我快乐的源泉。虽然它伴随着很多的枯燥痛苦，我因为觉得幸福，才会选择让自己去这么的痛苦。因为我如果不付出这些，我无法达到那个幸福。它是必须相辅相成的。我就希望我能为我舞台上的唱戏做更多